修，啊，所以咱来讲咱无人性，会当坐伫遮坐会了，表示咱每世修过了世，才会当坐伫遮坐会了。有真侪人今仔来到学堂内底，伊无法度安尼坐，搁坐半点钟伊就坐会了，为什么会坐会了？伊迄个不信，咱每个人拢不信，但是了不信无法度听啊，迄含伊的因诶土诶拢是有关系。所以讲咱今日各位真诶来，咱今仔坐伫遮，当真正自在，然后会当而且比头下尾了后一直坐到12点结束，安尼真正事实就是证明，咱每一个人拢是修过世诶因诶来啊，遮尔好诶因诶，咱若放弃了，咱伫就是讲伫这修诶过程当中啊，拄着一寡考验嘛好，像咱刚刚师傅有真侪考验嘛当我退休的话，当我退倒去啊，安尼哪有可惜？人讲前功尽弃，真正非常的可惜因为即世当伫咱爱上无同人家修过了世来对无？但是你家己放弃，你家己主动退出来话安尼真的会很可惜因为咱今仔分享一个因缘就是讲过去有一个国王呢，伊掠着另外5个国王。那么伊掠着迄个国王的时阵呢，因为是敌国嘛，就是讲是敌人掠着迄个敌国的国王的时阵，照理讲伊是当就是家有掠着人害死就对啦，冲上就对，因为是敌国嘛，互相是敌人嘛。但是呢，掠着这个国王呢，伊看到咱敌国的国王呢，哇，生做正，若讲真歹足优秀的感觉若讲人高马大，真缘投，真将才，佫就是感觉伊就是一个真优秀的一个人。那么伊心呢，迄个国王就是讲心就是生起一个来讲嘛是来自于心嘛看，遮优秀的人才是来争头嘛，感可惜，无大把可惜。那么呢，伊就想要甲这个国王伊掠的这个国王亚瑟国王，这是真正有因的名这亚瑟国王。那么呢，伊就想哇，遮优秀的人才来太是嘛可惜，伊就想要甲伊就是变成变归顺伊就对啊，所以就无甲咱的国王开掉。那么来了，无甲开掉了呢，这个国王就问迄个狐狸的迄个国王亚瑟国王来问讲呢，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要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就会当互你免死。那么这国王就问迄个亚瑟国王讲，女人伊讲查某人女人上介意我要爱的是啥物物件？问这个问题，咱家己买当作答一下，心里面作答一下。问迄个亚瑟国王这个问题，你只要我一个，我满意，听了满意的，这个答案，你会就会当免死。那么这亚瑟国王就互伊票互3天的期限，你就是3天你互我一个答案。答案，我满意你就免死，你互我感觉无满意，你就是爱罚就对啦。那么就安尼，那么这亚瑟国王事关伊的生死的，伊讲诶，你听下了无？伊就开始问四界问伊的，因迄个是迄内底条中内底一寡人有定个啦，一寡啥物朋友会当问拢问啊。安尼问会当问拢问了问的呢，这个亚瑟国王本身是听到的这个答案无满意，伊听了无满意。那么呢，有人甲伊讲呢，甲这亚瑟国王讲，伫咧城外呢有一个女巫婆啦有一个女巫，伊啥物代志拢知，真厉害。你去甲问，伊一定会当互你一个真好的答案。但是，伊个收费足悬的啦，就是讲代价收费足悬的，而且伊会要求一寡足奇怪的代志。安尼伊就咱就甲亚瑟国王安尼讲，你会当去请教。那么这亚瑟国王伊听了呢，因为已经问到无伊满意的答案嘛，伊就想讲哇，就一定爱去人家报这个女巫去甲问啊。伊就硬着头皮，所以讲这女巫听是我是很好的女巫婆，老巫婆，安尼就是演的老巫婆，拢生做女巫婆，看一看对无？这女巫嘛是人，我就是个形象。那么这个亚瑟国王伊听这个女巫的
女人呢，上要爱的物件是啥物就对啦。这女巫就开始开条啊，迄女巫吼，迄内底形容讲，迄个女巫呢，伊呢啊，有够歹就对啦，而且也行出来，身躯呢拢散发出种真臭的臭味就对啦，女巫婆。而你看伊根本无想要接近，但是亚瑟古老其实有观念，伊生死对不对？伊一定硬着头皮去干嘛？哦，那女巫就讲，我知影呢，你有一个蛮开的条件，我知影你有一个真缘投真重在的一个爱将，叫做加温，吼，加温一个爱将对，所以这缘投个反正吼，个优秀的一个爱将，我互你答应了呢，你爱答应下你这个爱将，挑这个爱将呢，给我嘛，带我对啦，伊咧女巫要嫁迄个加温做某对啦，要付亚瑟国王，因为是亚瑟国王的爱将。亚瑟国王呢，心内想讲，我袂当因为我的生死啊害我迄个朋友加温，带去这个遮尔啊讲遮尔啊歹，啊个遮尔啊丑陋，吼，人歹死嘛歹，丑陋的一个做某啊，吼，迄个亚瑟国王感觉我袂当做这个代志啊，但是迄个加温呢，伊非常的大气，我非常的高勇，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气。伊认为讲，既然牵涉着我国家的生存，又讲嘛叫开始爱这个对伊是对国家嘛，那加温伊就感觉伊有一个亚瑟讲，为着咱国家的生存，我一定，就讲伊要答应这件代志，对嘛？啊，亚瑟国王听到非常的感动哦。哦，那么因为亚瑟国王嘛是。然后心系着伊整个国家的希望嘛，啊，佮加上这爱将，这加温这样小甜，啊，尾仔就定答应迄个女巫婆的要求，讲好，你互我一个王，我来干嘛？那我就是我这个加温，我这个爱将就传你做某安尼，各位浅浅，那这个浅到浅浅，要跟你传一个女巫做某，你当要爱，戏嘛无爱，哦，真的是那是两个人都残酷的代志嘛，但是就是安尼。哦，那么这个女巫婆伊常常讲好啊，开始女巫婆好简单。伊讲女人上爱爱是啥？非常简单诶，部分。伊讲会当家己主宰家己的命运。各位先生，咱来引进咱来修道的这个过程。咱今仔日踏入修道的这个，若讲这条法阵内底啦，咱踏入这个阵内啊，会用的这个舞台。咱是被舞台的一份子，表示咱的因的是非常的辛苦的。那么得后咱得着啦，咱得着啦。那么咱拢是已经能够登堂入室，已经进入了咱修道的这个行列啦。那么初时候啦，初条吼，咱修道的这个最后这个啥物人会当家己主宰？各位前学，啥物人会当家己主宰？咱是家己。但是，真正是家己哦，咱家己若讲真理遮尔好，有法遮尔舒适，会当互咱后生了心，会知当初嘛讲，咱所有的咱的道亲，都包括也无修道的，也无咧修伊敢修道尔哦。伊转去身躯嘛是当软的哦，为什么会当软的？因为民书一致的思想哦。伊迄佛教要会当身躯会变软的，迄有哪做到好多法师、诶法师。家己国办法术，伊无一定身体是软的吼，因为安那伊无受着民俗一致，所以民俗一致的事情，真正是非常舒适，无法度形容的舒适。但是咱看咱的道心，咱的有钱口也好，无钱口也好，伊只要有求道，伊倒转去会当讲人讲90%、90%拢是软的。为什么会当是软的？各位先生，你会当去问迄无求道的人，讲啊，恁譬如讲恁啥物人？恁大家用安尼做，你某物人倒转去是不是软的？啊，嘛讲是硬，啊，不能硬啊。但是呢，为什么咱求道会当是软的？这点民俗一致的思想，真正非常舒适，会当变着这民俗一致咱真正会当回到伊理天，会当超脱这个生死轮回这个苦海的各位亲戚，这是属性啊。若讲属性就是外在干净，为什么是不是软的？因为咱是。咱的自信为咱的正流出去，吼，
是回到等于咱本来爱倒转去西方离偏迄个所在，所以是。变着一点，所以讲，咱想咱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互咱的培训是要甲再提醒讲，咱今日去大家修道人的这个行列当中呢，咱已经有这个缘已经有足啊迄个缘是非常的圆满有足，咱才当出现伫咱这个白羊的道场。缘有足无有啊？那么再来这个婚呢？缘是两者会较圆满嘛？你若敢有缘无分，安尼较圆满。啊，这个有分无分是啥物人来决定？啥来决定？是咱家己决定。所以各位先生，家己的命运，家己修到最后的结局，嘛是将伫咱自己的这个修当中，家己做家己命运的这个主人啊，就是这牛婆的答案同款。所以这是咱家己会当控制，别人袂当控制。啊，咱伫迄修的过程当中，就是安怎修，迄个我努力修，然后就是爱坚持到底，走到最后。那么再来讲后续，这个女巫婆呢，伊就安尼答应。迄个家务就当像这个丑陋的女巫爱教的嘛，结果伫咧伊那边带当天的迄女巫婆呢，结婚时爱请人吼，请人来讲，爱请人，爱照正常的平时照啊，你爱去带我，迄个对人讲就是真正人讲，坚持到底的对啊，就是讲人嘛，就是爱照安尼行，就是咱咧修道，咱咧道的时阵，伊讲修道的时阵有一个叫做习惯观，然后你了习惯观吼，即个观，安尼个爱照迄个观行来，习惯观就对啦。咱来讲这个女巫婆，伊就开始。请人就是伊会当讲丑态毕出，生做花歹啊，身躯非常的臭，搁你搁歹个对，用手美美，但是丑态毕出个了，丑陋诶，就安尼规场的这个婚礼结束了，来就是爱注重办嘛，大家拢讨论讲迄个家务讲好，就形成安尼办法就好，伊就莫去吵架，但是家务无安尼想，消费者讲就是一定讲啊。其实咱美国共款，咱已经表演种意识共款我已经答应我是来教你的。这个家务呢，人讲人是人讲迄种心就是非常的大。如不同意要因为迄个女巫婆讲汉尔拜，伊的某迄款心肝尔起心动念他会伊个意着非常的心，我既然是答应安尼要安尼做，我是爱做到，就像咱法官的时阵，敢爱做到。哎哟，讲咱有迄个心的时阵，上体吼，咱就会当做到，但是重点爱咱有心。这个教阮大家讲，你毋要去旁边啊，你要去旁边啊，叫迄巫婆还是安尼，巫婆感觉是会害啦，巫婆安尼，青面了解安尼就对啦。这教他无管别项的操作就对了，伊就也是各所在行入伊个房间搁真实。应该是有，喺网络上有啦，有看过即个研究，敢有无好真好，所以你毋知结果是安怎。即马即个结婚的一个女朋友，伊看到是啥物？看到是一个人讲貌如天仙，亲像迄神妇共款，遐尔水，遐尔美丽的一个女生女人，伫伊个房间内底，多谢谢。迄个当然也是咱2000到啦，2000到啦，也是咱的问题你安那？迄心会到看来安尼，伊是看来一个都水，像迄神路的这查某人伫个房间，咱这个时阵女巫个甲伊讲，女巫个甲家翁讲，我呢是两种的情形，一种的情形就是讲，我去死啊，就是女巫的形象。就是我暗时的时阵呢，我是夜晚，我暗时的时阵，我会变成一个都水的生物，这是一个情形。搁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讲，我去死啊，我是都水像生物共款。咱来见到你若讲你够水，你一边人你另外来在讲哇，你够水的啥？咱安那，我够有面子的对无？所以这个巫婆的你是会当水的，但是我暗时来是会变啊。安尼，就是有正反的对啊。这两个呢，伊就问
的教我，这两个好你你要应对一下。高前是应该要谈，然后听下。来，我听到，来，我来听到要应对。我在想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心。鼓励一下。拢水，哦，无了代志哦。啊，较少年啦，你来讲者，你拢听甲就爱。来，咱去吼，啊，其实这答案最后答案是啥个？因为我是看咱安尼平常安尼要想要看吼，咱紧张是运动，去管咱人爱讲出名，我是紧张啊，就是安尼吼。所以讲，这个语文课安尼问题，加温是安怎嘛？人个加温都有机会，咱出去，答案有点类似。迄个教课啊讲，你会当你家己决定，因为既然你就是你决定，他那边是你是较水，暗是较水，你决定，我准。是心迄个教育，伊并无伊在乎，执着的讲哦，你应该你是较水，暗是伊非常的尊重伊这个温婆的，你要安怎，你家己决定。那么这个温婆呢，来讲温婆吼，较明确了吼。这个温婆就来讲，安尼，你要我决定，来去看我喷的，还要我你家己决定，你要决定安怎，你是较水暗水。对，对，我话讲暗时就伫旁边啦，人看着我囡仔凊彩，你时水哦，出去靠面子安尼啦吼，迄是答案拢无共款，但是最后呢，这个女讲，好，你既然互我家己选择安尼，然后安尼，我决定，我要你是较水，暗时嘛要水，各位先生，咱有想过这个答案？因为伊会当家己决定。所以这个巫婆呢，伊就变成真正就是变成家决定，我必须要做水哦，我要求神，如果暗时嘛要求神，所以各位先生，这个故事大家开始就啥？咱会当家己这样子，是咧，你咧决定的，无人会当家己决定，你无一定爱去敬拜的，你会当敬好的啊，敢是安尼？啊，你敬好的，最后敬到就是安那，就是好的啊，敢是安尼？各位先生。敢是，所以各位先生来，即摆我你知影答案？咱即摆讲互你敬，你要敬好来敬拜。所以咱修到最后敬到要好来拜，咱家己才会当决定，才会当选择。要好，咱要真正来做出去，来行出去，干嘛？真正是安尼，因为最后加温的模式，讲你是嘛水，暗是嘛水，要是加温啊。伊无执着，而且啦，伊人讲讲，伊就是照就是讲讲会到就做会到。就是咱的活动内底，咱落地了，咱除了第一天第一样物件是条台湾，咱照个原理行，最后的结果敢会是好？当然是好的啊，当然是好的。所以伊这个故事来讲，咱通咱注意来做共同的变现，所以家己当决定的代志，家己决定就好，因为你决定有可能。有可能就是咱讲就是咱讲定生气啊，你要好就好，你歹就歹，因为迄是你家己决定，别人无就甲咱左右的啦。各位先生，敢是安尼？所以咱敢要做家己的主人，敢袂？可以。咱来自性分，咱的自性分家己当家做主。当咱自性分家己当家做主的时阵呢，该当家做主的时阵呢，安尼啊，咱所做的是安那，拢是不会的，会当。自信我当家做主，咱的心在心中所做出来的是，咱会告诉讲，咱会当灵做佛事，咱做佛事的是啥？不能行为嘛，不能行为，的行为是啥？就是佛菩萨嘛，咱是安尼讲。所以咱为什么咱做全部的老菩萨，咱较好学的，拢会称呼咱的老菩萨叫做啥？老菩萨对无？拢无人甲咱
像迄个老菩萨无，但是这个名是个真自然伫咱道中安尼啊，安尼传啊，传较好，就是人拢都自然，拢叫拢自然来对不对？甲是老菩萨，甲是，啊你应用哪有自然？啊有啊老菩萨嘛，老菩萨讲啥？啊都欢喜，安尼甲是都自然，所以在世，咱在世其实已经拢是佛菩萨。咱要成佛菩萨，毋是讲咱死后甲你成佛菩萨，毋是安尼啦。因为咱是啥物人？道地、济公、济公外佛的道地呢。啊，所以咱是济公外佛的道地，按表示咱就是啥？小佛佛啊，对不对？敢是安尼？啊，外佛我来成佛嘛，死后甲你成佛，我来成佛才是定位啊。哦，所以你看，咱会当做咱济公外佛的道理是我尔真正因会非常实行的，因为咱看迄自咱知影安尼出安尼看嘛，有外佛奉神外佛的亲外佛的有几个人？无呢，敢啥物人？甲咱济公外佛的，敢是安尼。所以咱因为济公外佛的道理，真是因会非常实行，咱一定爱把。哦，所以大家拢是啥？小济公啊，小佛佛，只要咱对着咱老师，吼，对着咱的今天遮的骹来迄点，咱嘛会当收起。咱在世生活或者这个境界，吼，咱来看咱国外这个歌词，吼，所以讲，因为有诶来做伙嘛，拢是有福的咧，提出自信表现。今日咱第一个就是得金、地金、天命金。当你心嘛真诶是诶时阵咧，拢一直拢是金。当咱心嘛假诶时阵，你有怀疑诶时阵，咱一直都变假，敢是安尼？所以毋通甲你讲，咱的心会当做天道，啊嘛会当做地啊。吼，而且迄是咱讲一线之隔，是要咱去向前就是天道，啊退后就是地啊。吼，所以这个真心一金就一切真，啊一假呢，就是所有拢是假的啦。吼，所以讲咱今仔日呢，伊迄咱这个老师甲咱讲呢，咱修道要为着业做起，咱修道，咱老师有真，咱讲真经验的好，会甲咱鼓励过，叫做咱嘛我听过，叫做修得安那，修心，但是办得安那，静心。吼，所以讲用心这个真正用的这个是要静心，因为当咱用静心的时阵呢，就是你的心上当天落出来。当你心嘛假的时阵呢，较好就是安尼嘛，无能讲无看啦，无啥物关系啊，因为你心是假，你行完全扯不上关系啊，嘛，敢是安尼讲。好，所以讲当咱心经的时阵，咱所做法，咱一定经历咱就是会一个化心，就是不能化心，因为咱咧做事，是咧做
收到过年升低扣销，收到过年嘛对。因为咱女性有真侪因的，好的因的，嘛歹因的。啊，咱要做因的，咱是爱家己也清楚，是咱个因的嘛。吼，啊，咱会来做人就是咱有真侪因的来看。所以这因的咱家己一定爱家己了了，不是好的啊，好，啊歹也好，爱家己家己了了。安尼安那表示咱方面无哩，拢已经无好因的歹因安尼就那缓缓啦吼，有心推广改善会馆，咱才有心推广，因为相信在每一个人生活过程当中，拢有真侪这个喜怒哀乐，好啦，有歹啦，有事一定拢有，无人一路顺到底，并无好代志，啊无啊，人讲人生还是一个啥苦海，啥物咱要讲苦海，真正就是有辛苦啊，敢是安尼讲，敢有辛苦，敢有认为，敢有人认为讲我伫这世界中比我会较苦，也是一个，真正是安尼，伊就是一个苦海，所以咱要用心听无改当改当过关，你过关就能加温过关，安尼，这个啊，这个要水果吼，坚定信念，毋通搁放纵，咱的心里爱讲是。个哄老公，那个随着哈，咱讲是说他的心猿意马，啊，他比较都不按我们讲回复到这个时候来，去用体控人讲，哦，咱爱拄着是落了就是用人讲，哦，而且他偏卖放屁，不管拄着什么病，拢袂敢放屁就来去输的，这条路一定爱能够坚持到底，行到底就对啦，吼。来日日天来团圆，收得袂惊吼，收得到艰苦，其实无啦，真正拢快活，收回来问来日就做所有这，你看咱日就做出习惯好，啊，咱今仔收得到快活呢，咱有家己落饮品，伊也是较舒适，吼，啊，然后中老过遐尔好料理，啊，会使心肝做遐尔舒适的，啊，互咱滋润吼，所以讲咱有人来收吼，就其实是一件非常，咱讲非常。那种绘画的，哦，所以讲啊，有拄着艰苦咱嘛免去感慨，像咱诶先前咧做塑料好，咱使用诶塑料，其实话对真辛苦咧，话那个辛苦，但是伊咧他伊求我来对以前做事，伊所谈的这个是咧特里咱咧做做体力，所以伊话对辛苦，但是伊是他伊求我，所以咱收到毋免惊，哦，生活会在你诶身边，所以我拢伫咱。这个好吧，你若是事情的身份有离开，哦，当拄着是我错一个时阵，只要咱有这个事情，身份拢会来教你灌溉，甲咱灌转来到互咱真实就会当看迄个人观，哦，家边真正会当来参与，对着一定要有信心，毋好搁有一个问号啊，若搁有问号，真是非常可惜。提起信心度化就是，对着有信心的人家爱去。他平台可以有咱这条这方式，吼，主力的心因产生观念，吼，咱今日要做网络，上盖不能是靠上主力的心，因为主力的心你太低啊，你该想要懂了，你该想要拍的，该想要用主力的心，那因为你的那心观念，因为是本来本性，咱为什本来就是主力的，吼，而且咱来到这里，你们看咱整个要用主力的，但是那我刚刚话来到五点半，我咧为什么主力？筹划基金无循环经来应用，哦，咱个筹划是能讲，伊个假想假叫做是迄个是咧喏，迄筹划是拢是非常关系，好，啊，但是慢慢个啊，咱筹划是咱若无是咱充电的话吼，有当时筹划是会安尼咯，慢慢流行所以咱一定会当循环经营吼，爱做为救星的方法，所以咱爱感恩饮酒自在，咱今日感恩是讲咱今日。那我家比较好的这个当循环的，哦，刚分天分数的，刚分咱的周数吧，咱的数数哦，咱的整理，咱的点数，啊，个多先辈的这个辛苦付出，咱比较搞，就是这个爱想活堂，我也要写起来，爱在老瓜，哦，老瓜啊，就是很辛苦的靠，别人一定爱想活堂，现在刚分买啤酒，啊，那个是上天的动力。好，那么来那个测试看了哈，咱这位有心来测试嘛，哈，这是咱产大新闻主力，好，面对这个
人为我坚定信仰，那个梦中耶稣有一种天涯，一心行业迈风起，来日必定来团圆。修人边行难通，先不会在你身边，那是你是你，先不会离开路，那边一路难待在你，这水心心多花将心，主必的心，应在心肝底，所发心心，可是愿景来应用，应用心的无关。感恩地久有主宰，也是上天的同流。感谢讲师慈悲，前道一公，婚道一公。今年的是慈悲，前道一公，婚道一公，点是好，点传是好。
哦，